大家好，我係各位。房委會嘅綠置居同埋居屋2025喺5月20號就截止申請嘅，唔知大家會入表申請到啦噃。咁啊，當日嘅傍晚嘅時候啦，咁啊政府公布咗個嘅申請嘅臨時嘅數字嘅。點解係臨時嘅數字呢？咁啊原因在於咧，可能就未計一啲可能係收到一啲嘅郵遞嘅表格住嘅，或者係一啲嘅屋邨辦事處收到一啲嘅紙本嘅申請，可能要核實翻相關嘅資格嘅，亦都唔排除個數字咧會再上升啲嘅情況嘅。今日介紹下呢個嘅申請嘅臨時嘅數字啦，咁究竟係多定係少呢？同過去嘅比較又係如何嘅話呢？同大家跟進下當中嘅情況先啦噃。嗱，先介紹下今次一啲申請上面嘅申請嘅情況先。咁啊，今次嘅居屋2025當中嘅話呢，咁包括咗綠表同埋白表嘅申請者嘅。咁啊，由於今次係3個計劃都同步申請，包括咗居屋、綠置居同埋白居二嘅計劃嘅。嗱，先講下白表申請者嘅情況先。咁啊，講緊嘅白表嘅話咧，如果係申請所謂嘅一表兩抽，申請呢個嘅居屋2025嘅白表同埋白居二嘅2025的話嘅話咧，咁啊初步收到就41000份嘅申請嘅表格。如果白表方面淨係申請呢個嘅居屋2025的話咧，就收到係28000份嘅申請表格嘅。咁啊，相加之後嘅話咧，咁啊得到就目前嘅數目就69000宗嘅白表申請者。另一方面啦，咁亦都同步申請嘅呢個居屋同埋綠置居嘅話啦，咁啊綠表嘅朋友咧一表兩抽，申請晒兩個嘅計劃嘅話咧，就錄得28000份嘅申請表格。如果淨係申請呢個居屋2025嘅綠表嘅話咧，就收到2300份嘅表格嘅。咁啊加起嚟嘅話咧，就得到30300份嘅綠表申請者。換句話說啦，咁啊如果係喺綠表同埋白表相計之下咧，總數就目前咧有99300份嘅申請表格嘅。咁啊睇翻今次嘅居屋2025當中啦，咁啊原本嘅出售單位咧差唔多去到8400個嘅單位度嘅。咁由於喺舊年嘅宏福苑嘅大火事件當中啦，咁啊政府亦都係有個嘅特設嘅銷售計劃嘅。咁啊撥咗嘅居屋2025嘅單位就有1400間到，咁所以今次推售嘅單位咧就係6926間嘅。咁啊，比對翻呢個嘅申請宗數99000份嘅話咧，咁啊超額申請嘅倍數咁就13倍度。咁啊呢個倍數屬於係多定係少咧？咁樣咁睇下呢個畫面上邊，同大家分析下一啲嘅狀況先嘅。咁啊喺都統計下啦，咁啊再連同埋之前一啲計劃做一啲嘅比對嘅。咁啊喺2007年嘅時候啦，咁啊政府有個出售剩餘居屋計劃嘅第一期開始去睇翻。咁啊點解會嚟一個咁嘅計劃呢？咁樣咁啊由於喺2002年啦，咁啊政府因為樓市都有個嘅逆轉啊，咁啊有個孫九招嘅一個嘅計劃，咁啊將一啲嘅居屋咁啊停建停售嘅。咁啊經過咗幾年之後啦，咁啊樓價都開始去上升，有啲嘅所謂空置咗嘅一啲居屋單位嘅話咧，有啲嘅要求希望可以重售翻，咁啊回應翻一啲市民嘅置業嘅期望嘅。咁所以咧開始喺2007年咧就出售翻一啲剩餘嘅單位嘅。咁啊經過咗7期嘅話咧，亦都見得到嗰個嘅申請都唔錯噶噃。咁有啲嘅申請嘅計劃當中嘅申請嘅情況都比較高啲，有啲可能去到2萬幾宗，甚至乎有啲去到差唔多成4萬宗都有嘅。咁啊跟住之後咧，去到喺梁振英做特首嘅時候啦，咁有個嘅復建復售嘅計劃，咁喺14年就推出復售嘅計劃嚟嘅。咁一下子咧收到都好誇張喎，去到13萬幾嘅申請宗數。咁啊當時只係推售大概2000幾個嘅單位度，咁大概係推售咧應該係講緊2160間嘅啫。咁啊跟住見到個數目都係向上升緊嘅。咁啊，去到最高位咧就係19年嘅計劃，差唔多咧錄得嘅宗數咧就係去到309000宗，即係31萬宗嘅申請宗數，應該都屬於咧係打破咗咁多年嘅紀錄嚟嘅情況嚟嘅。咁啊，更加上咧喺呢個2018年咧，點解突然之間會拉得咁高咧？咁樣咁當年就政府有個大嘅動作嘅，就係將呢個嘅居屋定價機制咧就改變一下，咁啊令到嗰個單位更加容易啲負擔得到嘅。咁啊，所以當時咧就18年嘅時候就重啟翻個申請嘅計劃，咁啊錄得272000宗嘅申請嘅，咁啊所以嗰個嘅數目咧就拉得好高嘅情況。
不過留意翻呢，喺呢個嘅叫做似一個嘅高峰位呢，喺呢個嘅2022嘅話呢，就去到呢個嘅申請宗數呢，就啱啱就去到25萬多啲嘅申請宗數嘅。不過呢，之後往後都有啲嘅回落啦，去到今天為止呢，咁大概就去到未夠10萬宗。不過估計應該可能都有啲比較之後翻嚟嘅話呢，應該都係去到10萬宗少少都未定嘅。咁申請嘅超額倍數就13倍度。咁如果再睇翻整體嘅話呢，咁14年開始去睇個申請嘅超額倍數的話呢，最高峰嘅話呢，就去到係62倍，14年嗰時，同埋呢個嘅19呢都係到62倍嘅數目情況。咁如果係講緊個倍數超額倍數最低嘅話呢，就啱啱就係今期啦，去到呢個嘅13倍度嘅。咁雖然呢嗰個嘅申請宗數就似乎都有啲嘅回落，不過呢去到10萬宗都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嚟嘅。更加上呢一個嘅申請宗數，如果相對係比較少啲嘅話啦，咁都有利嘅地方㗎噃。如果有意真係想買到居屋單位去接嘅朋友嘅話呢，咁亦都個機會都大翻啲嘅。可以睇翻喺上一期嚟講啦，咁申請嘅宗數就106000宗嘅申請啦。咁喺應該計翻嗰個嘅申請或者揀樓嘅狀況之後呢，家有長者嘅配額都用唔晒嘅。咁家庭都係有啲配額都剩低咗，咁得益在於咧就單身人士咧由原本嘅700個嘅配額，咁可一下子可以買到咧1400幾個單位，咁1300幾，咁即係啱啱多咗1倍嘅數目度，就得益於就係嗰啲嘅配額用唔晒嘅。咁至於今次嚟講有冇機會重演翻有兩個嘅狀況呢？一方面就係一個非核心嘅家庭有冇機會亦都可以去揀樓，或者係單身人士嘅配額可唔可以再買嘅單位多啲呢？咁樣咁要視乎翻之後嘅情況啦噃。咁亦都係講下一啲嘅將來一啲嘅安排啦。咁喺申請截止之後嘅話呢，咁喺第2季就會進行攪珠，安排喺第4季，即係大概係10至到12月期間就進行揀樓嘅。咁亦都係喺白表方面嘅話呢，進行一啲入息同埋資產嘅審查。咁大家留意翻啦，如果有個申請嘅編號嘅話呢，咁可以記住喺今個嘅季度就會進行呢個嘅攪珠嘅。今日居屋方面就講住咁多先啦，不如就再去轉睇下一啲嘅綠置居方面嘅狀況啦噃。綠置居方面就簡單啲嘅，因為得一個嘅計劃嘅啫。咁統計翻一啲嘅之前嘅狀況先。咁睇翻下喺16嗰個嘅先導計劃，即係景泰苑方面啦。咁申請宗數就唔算話好多嘅，咁都係講緊1萬零宗嘅申請嘅啫。咁隨後見到呢嗰個數目都係比較高啊，去到最高呢就係2020年呢個嘅啟鑽苑啊，所謂叫樓王啊，錄得嘅申請宗數呢都算最高咯噃，去到差唔多係講緊72000宗嘅申請嘅。今次見得到呢嗰個申請嘅宗數呢，臨時嚟講啦，咁講緊嘅一表兩抽就有28000份嘅申請嘅表格。如果淨係申請綠置居嘅話呢，就1400份。加起嚟嘅話呢，大概嘅數目就係有差唔多係29400份嘅申請表格。但係計算翻呢個嘅單位嘅話呢，今次就講緊只係出售呢個嘅盛智苑，甚至乎盛智苑有啲單位呢都抽咗出嚟呢個特設嘅先導計劃嘅。減咗嘅話呢，得翻就857個嘅單位嘅。所以個超額嘅倍數呢都唔細㗎噃，去到呢差唔多成有30幾倍，成33倍度。所以呢，如果係淨係睇個超額倍數呢，就係都係比較高。但係申請嘅宗數咧就唔算話太高，亦都可以算係咧呢個近幾年嚟講咧喺個高峰位2020年咧就跌咗落去添嚇，亦都係過去除咗係景泰苑之外咧，係咁多期應該講緊8期當中咧就最低嘅申請宗數嚟嘅。咁低嘅話咧，咁對於可能想買到樓嘅朋友嚟講咧，咁就可能係個好消息啦。咁競爭就冇咁大嘅，咁即係機會都多翻啲嘅情況嘅。嚟緊都係同樣啦，喺今年嘅第2季就進行咗攪珠，即係同日咧應該就安排居屋
綠置居同埋白居二咧就分唔同嘅時段去攪珠嘅。咁大家留意翻咧嗰個嘅申請嘅攪珠嘅情況啦噃。祝大家都好運啦，同大家都分析咗呢個嘅居屋同埋綠置居申請嘅狀況嘅。咁最後都宣傳下先噶噃，希望大家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嘅。下次片再見啦，拜拜。